準備好強化你的核心力量。首先使用啞鈴，雙手持啞鈴置於胸前或肩部高度，進行肩部蹲或過頭深蹲。核心全程繃緊，保持軀幹直立穩定，對抗啞鈴重量帶來的搖晃趨勢。感受腹部與下背肌群協同發力。接着是槓鈴訓練，進行槓鈴划船或高腳背深蹲。划船時注意髖部鉸鏈動作，核心用力防止下背拱起。深蹲則將槓鈴一端抵住胸口，同樣維持軀幹中立穩定，核心承受重量挑戰。最後使用彈力帶，將彈力帶固定於低處，雙手握帶做抗旋轉推拉或伐木式旋轉。核心需持續發力抵抗彈力帶的拉力，控制身體不隨意扭轉。記住，核心是身體力量的樞紐，專注於控制與穩定，配合呼吸，循序漸進增加負荷。